I just before I use the new picture 那个。我的网络不好，我的网络不好吗？那 OK。
晚。永州的来的比较早一点，现在都没来。女队员有些还没来，时间比较早。现在时间8:16，有些8点半、8点20，差不多了现在。因为今天估计今天要下雨啊。没事。함께 모두 모두 협찬 끝나.
啊，全是世界，整个脸都散。越来越明了雨的嘞。还没到我。全身是汗。喂，你好，你还多久送到啊？调锅庄啊，你就放在中间来就可以了哈。调锅庄这儿，你就直接拉进来就可以了。有人最多的是境外中心这儿，围了很多人跳锅庄。好好。老师，我想麻烦你个事情，得不得行？就是等会儿有个人送水来，但是愿意请你喝个水，没有事。然后他等到电话，你帮我接一下就是了。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
打电话是吧？没有没有，一直没有。对啊，这个。打个电话去问一下。对，送外卖的吗？哎。帅哥，你到哪儿了？你这个烟抽的太久了吧，师傅？我说你到哪儿了？他不喜欢了。他不要，他不要你，他不要你那个，他打的是好吧？他不是。别老单嘛。公布来了。
后面那个应该是他徒弟。看一下我们才跳的才是专业的，靠拥挤基本上是半斤八两。我现在一直在陪他，搞这个专辑。今天没戴口手套，没戴帽子。欧姆今天没戴手套和帽子。他戴手套是因为他别人握手的时候有汗。
和永吉差不多，他和永吉关系不一般，他也没有加入周长那个周长，但他们关系非常不一般。永吉今天没来，怎么回事？那个这样有个人来加入那个团队，他一直在等他。然后之前传媒学院那个总高姐那个，他说我让云峰拍了他那个嘛，我也拍了。然后我问他加不加入，他说因为想加入，但是太远了。他在郫都那边传媒学院，这边过来的话应该起码1个半小时。那个学业，我就知道不要过来了。都知道翁博跳得好，他们也在拍。翁博和那个扎西。这个我知道了，他们两个肯定。拍太久了，拥挤了。不是，我这次这个时段拍了起码10分钟左右，翁博了。我现在拍一下，那个永贞的。
男队员跳得非常好，他们跳得很开，动作幅度很大。男队员他跳得好的话，他可以冲到场中间来，直接冲很宽的面积，可以跑个半场左右。那女生不行。走那么快干嘛呀？A1那个追焦太厉害了，可以同时追10多个人。反正我这个镜头一照过去的话，10多张脸全部可以追到，一个都不虚。这里面现在目前跳最好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是欧姆跳最好，拥挤和他差不多半斤8两吧。
长得漂亮的女队员太多了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主要拍那个跳得好的。sorry，我现在这个 APP 直播我打不了字，不能聊天儿，发表情都发不了，不知道这个软件怎么设计的，但是清晰度很高，所以我现在就一直用这个。之前那个软件可以自定义标题那些。阿处去上海了，前几天才回来。
大。不进去啊！扎西。那我们不跑了一圈。这个就是蓝队员放的开一些。这种歌他们可以跑到正中间的了，正中间的位置，冲得很快，然后收得很快。这基本上是男队员专门跳的那个歌。他只会拍。
自己。吓死了！说话的夜市。这个音乐我没有啊。在直播吗？抬起来，对呀、这个有高潮有2首，一首是手拉手，一个是男队的专门跳那首，这是很有气氛的，那应该是全场整个晚会应该最好看的，动作最快的那个。这是新的歌。
小朋友在那跳一下，他妈妈教他跳舞。继续跳。Last show， 最后一首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吧！小朋友都跟你们跳。快点，快点！这个小男孩应该距离比较近一点，但是你没看到他的舞步，还是可以。对。你来就没有了呗。慢慢找，慢慢找，你不要着急。着急的话，你永远直接找。哦，就是这个，具体大看看，快点。来，现在要休息了。来，现在在录制是。录，这个动作，这个什么？哦，真好。我一起录制直播一起。没有充电，没事，我这边有，我有充电器充到一直充。要我给你拿着吧。我的手机我给你拿着吧。他那个支架，没事，我只是看一下效果。对，你要换电池。看不到啊，我的图片看不到。应该没有多长时间了，现在应该最后一首歌。
OK，下班了，结束了。忘记了。原来就到了。零食啦，小手机。好，就这里。谢谢，没事。水，你的水。好。忘记了，单车没有，没开的哟。哎呀，我们这来了一个礼拜，看了跳了45。跳了45了。哇！跳的真好，好漂亮。哎呀，今天很荣幸了啊！谢谢啊。太棒了！我好像我关注了你。来了，衣服是哪些的？少年还是？好像是Yes, beautiful. Many people take a picture. Good night, everyone. 你没事，星期三的时候 I later go home. 咱洗澡。我们要走了。拜拜。我说这他们要音乐了，对，我手机一个。差太远了。我是秋季，警察来晚了吧？警察来都已经上场了。来的时候看他收的那个。啊。在哪里？那个有个人要加入那个划船的，现在拥挤的了。是是啊。你说他要不说这条，他这个是几点吧50年了。这现在是丢了吗？是了。是什么魔鬼？啊，他们都有啊，那没有的那正常呀。他们团的每个人都开始都有账号。认真，你没直播吗？你直播没有？哦，关了。待会儿我去罗马那边，等下我去罗马。I need to go to Roma Square. Okay, how people? 啊？有些衣服掉了，衣服掉了，衣服掉了。凳子了哎。凳子。对着我想要我穿走。警察还有其他们有谁没来？有那他的。还哦，那个拉出也是。一根毛狗嘛也是。那时候好像我看他是直播在广州的。广州的好像是，广州上的好像是。最高的民族是康巴和北方，好像是。对呀。在海拔也最高的。
有一个要拿走吗？这回没来。今天就正常，明天就热闹了，明天星期五。今天不今天说是下雨，很多看下雨，他以为今天就不来了。本来下午的时候有点悬，现在阴沉沉的。下午我也是想毛毛雨。晚上的时候看到最后还在直播。哦。在这屋里跳。正常啊，要拉错，还有很多也都在屋里跳。那了光上跳。认真一点就在外面，现在找个地方，餐厅里面跳。来，牵一下口袋。咱们家门口在电梯里面口口。哎，他没得人嘛，晚上也餐厅里没得人，随便那个。你过来了，你就牵一下。啊，主播吗？对啊，那你主吧。就是YouTube 上面。在哪儿了？这个是这个是录像。哦。没关还没有关呢。这个是。都是世界各地的，有些说话的看，语言都看不懂。你那个是怎么？他们那个是有不一样？你那个是抖音吗？还是那个？就是有油管有YouTube的。嗯，不一样是吧？国外的，这国内看不到，只有国外看得到。国内看得到，只是你要翻墙，你要后期上网，那你肯定要挂 VPN 那种，上推特那种可以看。干干净净的啊！你看来的什么？应该是。好，关掉了，忘了。